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主，咱伫9月份第一主日，上帝来赏赐予咱一个真水的天气，予咱大家通聚集伫上帝的圣殿，三个来敬拜上帝。愿主的恩典来甲咱三个伫地，嘛，予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拢通伫秋天来到的季节中间来充满福气甲平安。咱还未开始分享的大声，咱都再一次同心来祈祷。天父听阮的主愿，感谢你。9月份的来到，嘛是上顶秋天的临到。感谢上帝，你予阮伫人生的中间，会当经历着春夏秋冬四季的运转。因为上帝你是创造的上帝，嘛通予阮的性命，因为主你的创造来得到拯救。但愿恳求主，你来成做阮的帮衬，无论是兄弟姊妹，或者是青少年，伫新的学期，或者是新的月份，拢开始的中间，恳求主来帮助阮，互阮时时刻刻拢通得到主的扶持，得到主的引带，透过主的带领，互阮所有的兄弟姊妹来得到上帝你的祝福。但愿恳求主，你的圣神嘛通运行伫阮的中间，拍开阮的心。将主你的话语放伫阮的心中，来成做阮的准情。愿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咱伫今仔日要通过马可福音书的经文，互相来分享，互相来勉励。咱通过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，咱看见着这段经文，大家的确真熟，因为这段经文。拄则路长老所带咱读的遮的记载中间，咱看见着一个真要紧的一个动作，就是法利赛人甲经学士一直咧追问耶稣一个问题，就是清气。食物件爱洗手。透过这款的律法，咧不断讨论有关人的传统的要紧。但是通过今仔日的经文，咱的确会当去思考。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，照传统的解说，第7章第1节一直到第7章的第23节，才咧讲所有的清气。但是伫所有的清气中间，法利赛人甲经学士来甲耶稣讲：人若无清气，人就是犯罪，无法度得到拯救。总是。到第7章24节的中间的时，咱看见着耶稣伊来拯救，伊来帮助一位负责人，而且这位负责人伊嘛是一位无清气的负责人。透过安尼，互这位负责人来得到医治，来得到拯救。所以伫圣经的中间，咱看见着讲，为着清气到底是内底出来的较清气，还是对外口入去的较垃圾？这款的问题不断的讨论。总是这款的传统的讨论中间，伫今仔日牧师要通过另外一个角度，邀请咱大家做伙来思考。那就是拄则咱看见着经文不断咧甲咱分享所讲，咱的心是毋是有顺服伫上帝的命令？咱的心是毋是有顺服伫上帝的命令？通过安尼，亲像箴言4章23节所讲。圣神来保守咱的心，赢过一切，互咱会当进一步来活出上帝的本质，也就是听。通过安尼来帮助更较侪人，会当得到上帝的怜悯。我要再一次邀请咱拍开咱的圣经，咱要通过经文的记载，互相来分享，嘛互相来勉励。咱请投影片帮我转一下哈，后一张好，经文的解说，下一章。我想咱通过今仔日的经文，咱都会当通过拄则书会路长老所读的经文内底，咱今仔日分3段，第1节到第8节，14节到15节，以及21节到23节。伫即中间，咱看见着讲，伫新约的中间，
法利赛人甲经学教师甲耶稣的冲突不断的出现，但是今仔日牧师真针对，也就是伫马可福音书的记载，马太、路加、约翰，咱今仔日无要讲，咱单只有讲马可，因为伫即中间，我要邀请咱重新转来到伫马可福音书第2章的记载内底，第2章23节，或者是讲第2章的18节。咱就通看见着讲，法利赛人甲经学教师伫即中间，就伫马可福音书的一开始，就甲耶稣有真侪遮的冲突。伫遮的冲突中间，咱拢看见着这是一个观念上的冲突，包括禁食、禁食的问题，或者是安息日的问题。咱看见着法利赛人甲经学教师伫即中间，拢不断来争做耶稣的服侍中间的一个质疑，或者是挑战。我想通过伫即个中间，法利赛人经学教师因的行为，因不断咧指责耶稣的毋对，主要就是因要来表明因家己的好。法利赛人因要来表明因家己的好，所以因企图要来表现出耶稣的错误。所以，咱会当伫福音书的中间，包括伫马可、包括伫马太、路加、约翰，耶稣的服侍一直拢真挑战，因为伊的处境拢不断被放大来看待。总是咱看第3章，耶稣甲法利赛人的对话内底，是有关安息日的一个记载。伫马可福音书第3章，耶稣来伫安息日来医治一个手高达的人，然后伫这个现场，咱就看见着伫马可福音书第3章的记载内底，伫这中间，法利赛人就来质疑耶稣，他会使伫安息日的中间来做代志。总是耶稣伫3章第4节伊有讲安息日行好行歹，救性命害性命。倒一项是合？各位兄弟姊妹，耶稣伫遮来问一个问题：安息日行好行歹，救性命害性命，倒一项是合？如果你手头若是摕华语的圣经，华语的解说就是讲：救命还是害命？做好事还是做坏事？通过伫经文的记载，咱看见着耶稣。面对着法利赛人这款的挑战，3章第5节，伊就受气，四过看因，又问因的心意。因为法利赛人因要来针对耶稣，因来挑战耶稣，就是要来认为讲耶稣所做的一切都唔对。所以当耶稣来安尼甲因回答应答的中间的时，咱看见着第3章第6节。既然法利赛人出去，就随时甲希律的党三甲假冒，要攻击耶稣，看通怎样来灭伊。如果你手头若是摕华语的圣经，是安尼写讲，法利赛人甲犹太人因出去就开始假冒，要怎样来甲耶稣杀死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会当伫新约的中间看见着讲，耶稣的服侍不断拢受到真侪遮的挑战。特别是法利赛人甲经学教师，所以伫马可福音书第16章的这个经文的内容内底，对第2节到第2章到第3章就开始记载耶稣的服侍内底，已经开始甲法利赛人甲经学教师有冲突、有紧张。到伫今仔日的第7章，古早人的流传，法利赛人甲经学教师来挑战耶稣。因为耶稣的学生有的用湿的手来食，也就是无洗的手。简单来讲，法利赛人因认为讲，这群学生食物件正正无洗手，这是无卫生，所以换一句话讲，因就是无圣洁、无清气，至到来质疑这群学生因无守祖先的传统。伫整个犹太人的律法内底，有真侪规矩，真侪遮的律例，真侪遮的要求
美角，伫即中间来成做伫因生活的表现。总是咱倒来到伫旧约的历史，或者是新约的历史内底，咱安尼来去认捌到，会去知影讲，原来法利赛人因毋是遮尔啊苛刻，是因为因伫历史的过程的中间，因面对着真侪遮的信仰中间的问题。因为法利赛人因的祖先，当因的祖先伫主前，无论是721，或者是主前586，受掠去到做奴隶转来，重新有家己生活的时，即群受掠转来，遮的百姓因一直认为讲，过去先知咧甲因提醒，也就是无顺服伫上帝的话，所以通过安尼转来到伫家己的土地，重新有家己生活的时，因开始爱抵御上帝的话语，所以渐渐对受掠转来即群百姓。也就是以后咱伫旧约的圣经内底所看的拉红，或者是马列基，或者是等等遮旧约的小先知内底，拢开始甲咱表明，以色列百姓因重视一个上帝，重视一个圣殿，重视一个团体，因为因认为讲因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，所以这款的观念进入到伫新约的时代，因开始抵御，嘛开始要求。对着上帝的话，就要紧紧来遵守，啊无就会亲像祖先共款来受到灭国的恐怖。透过这款的观念，咱就会当去认知到讲，法利赛人毋是所谓无知识，或者是讲干那纯办要来扰乱耶稣的一群人，是因有学问、有知识，总是伫因的观念中间，因认为讲爱。要求遵守律法，安尼才有法度来得到上帝意爱。所以伫拄则的经文中间，咱看第3节、第4节，咱会当看起着讲，犹太人的律例真多，包括怎样洗杯啊、洗罐啊、洗东器。用着咱台湾人的解说，犹太人伫因的生活中间有真多欠算，伫遮的欠算中间来成做是因的传统。通过安尼用传统来成做对别人的要求，而今仔日耶稣拄着，耶稣拄着法利赛人来用传统来成做以教导服侍的一个挑战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看见着耶稣，马可福音书伊对第6节开始，7章第6节开始，伊讲。伊安尼来甲法利赛人甲经学教师讲，以赛亚所参悟指引假好的人，真正是对。如果你手头若是摕华语的圣经，假好的人，为华语的圣经写假冒为善，为圣经是写虚伪。当咱看见着讲，耶稣引用旧约圣经先知以赛亚这句话。就是来提醒法利赛人甲经学教师，恁唔通干那嘴讲爱尊敬上帝，但是你的心是离开上帝远远。这段经文伫以赛亚书29章13到14节内底，咱前后文落去看的时阵，原来过去的先知就是咧教导当时的百姓。恁爱甲恁自认为家己的巧拢摕掉，才有法度去经历着上帝奇妙的作为。所以伫今仔日个经文内底，咱看见着讲耶稣通过先知的话来提醒法利赛人甲经学教师，甲你所有的学问、甲你所有的知识、甲你所有的人物，全部摕掉。最近台湾新学院有一位教授叫做林丰信，伊出一本册叫做《无我》，意思就是看无家己，就是讲伫上帝的面头前，只有看无家己，才有法度去经历上帝奇妙的作为。耶稣透过这句话，就是要来提醒法利赛人甲经学教师，对上帝的信仰爱有诚实。用诚实甲心灵来敬拜上帝。换一句话讲，
第7章第1节到第8节，人的传统甲上帝的命令，到底咱要经倒一项？就亲像第8节所讲，第7节所讲，因敬拜我是空空，因为因用人所命令做教师来教示人，安尼恁是放杀上帝的诫命，固执人的流脱。人的传统，上帝的命令，到底倒一项较要紧？当人的传统甲上帝的命令放伫咱的面头前来去做选择的时阵，究竟咱是要来去证明讲我家己是有偌好，还是咱要互上帝来甲咱讲好个尽忠的路步？你位兄弟，14节到15节。耶稣伫遮来提醒，耶稣伫遮来提醒所有法利赛人，伊讲：恁着听我来晓悟，既若对人的外面入的袂袂捌垃圾，独独对人的内面出遮个是捌垃圾的人。所以21节到23节。咱看起着耶稣，就来提起着讲，伫即中间，因为对内面，也就是对人的心出遮的歹念头，有列几啊项，譬如讲，私通、偷窃、杀人、奸淫、贪心、邪恶、奸诈、好色、歹目、诽谤、骄傲、猖狂，既若遮的歹，拢是对内面出也捌垃圾啦。我想通过伫耶稣今仔日安尼即篇讲道篇的内底，会当去看起着讲，耶稣一直咧提醒人的内心的要紧，人的内心的要紧来成做咱回应上帝的听头。人的传统、上帝的命令，到底咱要怎样去面对？我想传统的解说，伊继续落去24章，就是拄则牧师所讲，一个负责人的信心。因为这位负责人到后来，因为伊是外邦人，是无清气的，所以伫即中间咱看见着28节讲，主啊，应该是讲27节，耶稣就甲这位负责人讲，着互囡仔大声食饱，因为摕囡仔的饼吃落狗，毋是毋好。但是负责人讲，主啊，倒开狗也食细囝的饼油。意思就是讲，连外邦人嘛应该爱得到上帝的疼痛，毋是外邦人就是无清气，外邦人就是无通拯救。各位兄弟，咱今仔日针对第7章第1节到23节来讲就好。咱今日要问一个问题：到底咱所信的是耶稣，还是所信的是基督教？到底今仔日咱来到伫教会是敬拜耶稣基督，还是咱是因为一个基督教，大家聚集伫遮来咧敬拜上帝？我想这个问题可能大家听了有冲突。到底基督甲基督教有啥物款的无共款？伫遮牧师推荐大家来看一本册，这本册真有意思。伫2015年真侪册房拢咧卖这本册。这本册叫做《耶稣比宗教大》，耶稣比宗教更较大。今仔日咱来到伫教会，到底是耶稣较要紧，是耶稣的教导较要紧，还是伫教会教派的规矩传统较要紧？我想这本册互咱有真侪答案，会当互咱去想，嘛互咱去思考。这本册真好。会当推荐互咱大家做伙来读。总是，我要邀请咱转来到伫今仔日的经文，通过经文，咱做伙来去认捌法利赛人甲经学教师，为什么伫新约的历史中间，因一直拢成做耶稣的挑战，甲耶稣的阻碍？当然，咱拄则有讲。法利赛人伫历史的中间，因的祖先无顺服上帝，受到上帝管教。等来到伫家己的土地，开始认真遵守律例典章，最后演变固守传统。
另外一批人经学士，因对耶稣的封闭是政治上权力顶面，因为耶稣有群众的组织的溃烂。所以咱会当看见着讲，法利赛人经学教师因的心理非常的软弱。换一句话讲，因内心真空虚，因为认为讲今仔日耶稣的出现，因会去互取代，所以今仔日想空想芳，就要来甲耶稣甲伊除掉。总是法利赛人甲经学教师伫所有的新约的这个历史中间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这个记录中间，咱会当看见着讲，其实因对耶稣的要求挑战，伫因核心内容这款实际要表达的，就是伫因的心内要计算为着家己，要为着家己来想。为着要证明家己，总是咧，就亲像保罗所讲，听无应该是追求家己的利益。换一句话讲，法利赛人甲经学教师是自私，自私的人自然到后来伊就放弃上帝的命令，然后就照家己的剧望去做代志。请咱大家注意，今仔日的经文第7章这个所在，第7章的所在，伊甲咱讲，第7章的第21节，因为对内面就是对人的心，这个心不是指心脏，这个心如果转来到伫犹太人的观念内底，心代表是一个人性命一个源头。这个心所代表的是人的思想意念，这个心所代表的是一个人的想法念头，拢对这来产生。所以伫哲学的内底，这个心就是 mind， 就是心智。到底咱的心咧想啥，会对咱的生命所产生出来。所以伫中国的哲学内底有一句话安尼讲。相由心生，相随心灭。意思就是一个人心内想的，会对你的面相来表现出来。所以从细汉，我的爸爸拢甲我讲：“你这个囡仔吼，面相有够歹看，就是你的心内拢有真侪这个奇奇怪怪的想法。”总是来到伫教会了后，生命开始有无共款。开始主日学青少年安尼面容开去了后，代表讲咱的心互圣神来充满。所以伫箴言4章23节有一句真水的一句金句讲：保守我的心，赢过一切。就是咱来求上帝的圣神来保守咱的心，互咱的心会当活出上帝的教导。会当互咱活出上帝的本质，就是公义、圣洁、自爱。但是咱如果顺服伫人的传统下面的时，太有可能会去遵守上帝的命令。当人顺服伫人的传统的中间，人就会用传统来成做压迫的工具。所以因为安尼，咱看见着讲台湾即摆教会。台湾的社会真侪这个教会用着传统来成做压迫人的工具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规本圣经，干那咧甲咱提醒上帝的公义、饶恕、安慰生命。但是如果咱若将人的传统来取代上帝的时，就亲像今仔日圣经所讲。人的内心拢是邪恶的念头，比较咱捌垃圾。你问下这，人的传统、上帝的命令，互咱定心去想，到底伫咱的生活中间是照人的意思，还是照上帝的意思来行？我想今仔日这个信息游转来到伫咱台湾的实况，有互咱真大的提醒。
伫咱夜幕即张相片，即位牧师叫做 Martin Luther King Jr.。即位牧师伫美国真出名，因为伊一直努力伫人权运动的一位黑人的牧师。咱拢知影讲，伫美国有真严重种族的问题，白人甲黑人中间有真大的冲突。我会记得伫读神学院的时阵，阮伫学校内底有一位牧师，伊伫波士顿读册，美国的波士顿。美国为着要纪念马丁路德金恩牧师，来用某一日来称作伊的这个纪念。50，就是讲只要放假，毋是干那某一州放假，是全国50，即摆是52州，全部拢爱放假。结果我的老师，伊有一遍，拄好拄着这个假期，伊去到，伊想讲放假，倒一个亚洲人，应该学校的图书馆空空，所以伊就按算要去图书馆读册。结果去图书馆读册的时阵，就是确实图书馆无啥人，因为放假的原因，大家拢出去庆祝，大家拢去欢喜。但是伊到伫阅览室的时阵，伊方向发现到，太内底有一群白人的同学。我的老师就挖过去甲遮的白人拍招呼，然后甲因问讲，放假呢？照你讲放假应该要出去佚佗啊，太拢无出去佚佗。结果遮的白人的同学确实甲我的老师应讲 ，Today is not my holiday。今仔日毋是属于阮的假期。各位兄弟，马丁路德金恩牧师为着人权的奋斗，来拍破种族，互白人甲黑人会当伫一个社会中间有平等。所以国家为着要纪念伊的所做，毋望讲国家会当有公义、公平、自由即款的气氛。但是当放假的时阵，白人的同学讲 ，Today is my holiday。意思就是讲，遐个黑人拢甲我无伫代，今仔日迄拢是黑人的代志，甲阮白人无关系。各位兄弟，咱看见着传统所带来歧视，传统所带来即款的偏见，渐渐成做压迫人的工具。阮细汉伫台南，咱伫拜五的祈祷会拢有讲过。阮细汉伫台南的时，台南迄当阵，阮住伫东区，东区阮拢以台南东门教会成做一间真要紧的中心的一间教会。这间教会嘛拢有真侪，无论是机构的牧师、神学院的老师，或者是放假的牧师，拢会去遐做礼拜。有一日，咱所一直尊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前总干事高俊明牧师。高俊明牧师伊住台南，伊要去做礼拜的时阵，伊就亲像咱过去咱遮的时代共款，要做礼拜，大家拢穿甲安尼，设住盼的裤带穿西装，和牧师娘做伙手牵的用行的要去做礼拜。结果要去到伫东门教会的时阵，中向伫水沟内底看见着有一个囡仔跋落水沟，但是离礼拜的时间剩5分钟，伫遐喊了，到底要救人还是无要救人？确实，高俊明牧师西装一脱，手一闭起来，跳落水沟，甲即个细囝救起来。紧紧送去隔壁的新老病院，定心倒转去换一束衫，定心倒来做礼拜。有的人会认为讲，做一个牧师，礼拜伫倒，安尼是算啥款？但是是救人还要紧，还是礼拜还要紧？互咱定心来想，上帝的命令。
到底是救命还是害命？互咱人生去想，上帝的命令，敢毋就是叫咱去三听？透过安尼，互咱去经历着上帝的同在，互咱去看见着听的存在伫咱的中间。人的传统，互人有真侪压力。伫昨下晡，咱教会的社青有来到伫教会伫遮出入，然后有一个家庭来到伫办公室向牧师分享。伫遐开讲的过程内底，结果咱这位社青安尼甲牧师分享讲，生囡仔是一项真毋知影要怎样去想的代志，因为伊所烦恼的是生查甫还是生查某。我甲这位青年讲，若我有机会，我真毋茫讲我会当有2个祖囡仔来成做我的祖囝，因为我足爱祖囡仔。但是咱这位社青，伊是生2个祖囝，确实伊甲牧师讲，伊讲伊对民间的家庭来、传统的家庭来，伊的压力一直毋知影讲怎样甲伊的士大人会当有沟通，因为伊无查某囝。你位兄弟，伫咱的生活内底有遮尔侪传统，真做咱的压力。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因为遮个传统来真做压迫咱生命的活泼甲活力。但是我要甲大家讲的是，传统的中间，咱毋是看传统是恐怖，是这个传统的内底，咱敢有上帝的听来真做咱的存在。一间教会，咱的教会146年。一定有真侪传统。我做这间教会的牧师，嘛听见着真侪传统。确实，我来到这牧会，互我去解答一个问题。早阮伫总会办公室，一直拢会去思考，一间教会怎样要久长？146年的教会。原住民的教会，即马上久长的教会，约略是70年至71年。大家拢咧想讲，怎样要当毋通互教会关起来，会当互教会延续落去？146年的教会至少拖5代人，但是伫即间教会内底，我看见有真水的传统，譬如讲，怎样伫苦难的中间持守信仰？历代的信徒怎样用疼心来互相关怀？怎样伫待人的处事内底会当诚实相款待？原来传统毋是问题，传统的内底若无上帝的听，这个传统就真做压迫的工具。但是咱的教会伫传统的内底会当有存在上帝的听。30年、60年、146年，甚至到伫以后200、300，一直世世代代传落去。换一句话讲，这叫做核心的价值，核心的价值。教会核心的价值是啥？就是听上帝的命令来成做咱核心的价值。毋是用着团体内底做遮的传统也好，美角也好，然后积非成是，制造真侪遮的艰苦甲悲伤。由主来成做咱的帮助，互好的传统延续落去，互上帝保守咱的心赢过一切，会当以基督的心做心来活出听的见证。今仔这个经文提醒咱，人的传统、上帝的命令，你要选择一项？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拢爱去选择的代志。总是咱伫遮的问题面前，咱只有谦卑，
谦卑来思考，谦卑来想，互圣神保守咱的心赢过一切，互咱的心通伫信仰的中间表现行为有公义性格来荣耀上帝。求主来成做咱的帮助。老师毋望咱，就亲像耶稣所讲，咱的心会当清气，咱毋是目垃圾的人，因为咱的心有上帝的疼来成做咱的快乐。撒个来祈祷。